好多人成日都講要快啲出名，快啲升職，快啲賺錢，但我成日都會諗，其實快完之後，大家想去邊呢？今集想同大家講一個日本人個背景，除咗唔係咁好之外，仲細細個已經俾人睇唔起，病過好多次，入過醫院，破過產，又成日俾人笑，俾人踩，但係最後佢竟然去到科技界最頂嗰個位。佢叫孫正義 Masayoshi Son， 一個好出名用膽量、夠狠、有耐性，亦都識用時間去複利，將人生變成一個大賭局嘅人。無論輸咗幾多次，跌低咗幾多次，但係每一次都可以爬翻上嚟嘅人。孫正義1957年喺日本嘅加賀出世，佢一出世就俾人扣分，因為佢嘅身份係日韓二代。其實呢個身份如果喺翻呢個時代呢，就冇乜問題嘅，但係因為喺當時1957年呢，係會受到好多人歧視或者排斥，係當係一個階賤，即係當係一個外人或者係次一級，唔係一個純日嘅日本人。所以佢細個嘅時候已經聽到好多好有攻擊性嘅說話，例如話佢唔係真正嘅日本人，所以將來一定唔會做到啲咩大事。第二，因為你根本咁嘅背景冇可能會成功。但係可能就係由於呢種關係成長，佢嘅性格好奇怪，越俾人踩佢就越想做得好，越行得高。而屋企方面亦都唔係特別有錢，爸爸喺一個養豬場度工作，有時會去呢個波子彈珠機，即係日文叫八千個度工作，係屬於典型嘅低收入家庭。但係喺呢個環境令佢學咗3樣嘢：如果要生存就要搶，要人哋記得佢就要諗好多 idea， 想改變條命就要狠。呢3樣嘢慢慢成為佢嘅底層武器。去到17歲嗰年，佢有腸閉塞，需要停學1年。當大部分人認為佢咁嘅出身、咁嘅背景，仲要停學1年，咁就一定冇噶啦將來。但係佢冇放棄，雖然喺醫院瞓咗1年，咩都做唔到，剩翻啲時間。但係最後佢做咗啲咩？佢每日就攞10幾個鐘去讀英文，1年之內讀咗4個英文課程。而英文嘅程度好到可以直接報呢個美國大學。而經過呢件事之後，佢講過一句：失去嘅1年唔代表浪費，睇你肯唔肯用盡。我覺得呢句真係複利人生嘅核心精神。最後佢終於去到美國入咗大學，但係一個好窮嘅學生，究竟喺美國生存要點做呢？佢知道自己唔可以再浪費任何時間。基本上當時佢每日就係瞓4個鐘，其他時間就係讀書。咁佢主修係經濟、英文同埋科技，仲有好多創業類嘅嘢。咁讀緊大一嗰陣，佢曾經試過入呢個 master 教授嘅房度，同個教授講：俾5分鐘我有個 idea，可唔可以聽我講？咁當個教授聽完之後話佢係黐線佬，咁但係我好欣賞你。佢就係第一個發明語音字典機。之後一間日本公司仲買咗佢嘅專利，俾咗100萬美金佢。而佢當時亦講過一句：我成功唔係因為我俾人叻，係因為我比人早更加開始。而時間去到1981年，佢返日本創立咗 SoftBank。最初 SoftBank 唔係一間銀行嚟嘅，係專幫人買呢個電腦軟件或者係啲光碟類。咁當時佢係好忙噶，每日可能要打200至300個電話，可能要連續開20個會。基本上全公司上下都係佢自己攞晒嚟做。而佢間公司 SoftBank 亦都成長得好快，好快變成咗日本最大嘅軟件代理，仲同 Yahoo 合作咗 Yahoo Japan， 之後仲成為咗日本最大嘅入口網站。不過呢段時間冇維持咗好耐，大概去到2000年互聯網泡沫爆破嘅時候，孫正義嘅身家跌咗99%。佢當時係由全球富豪榜最前邊嗰班跌到落去谷底。但係佢講咗一句：我輸，但係我未死。通常每個人發生咗呢啲事之後都需要時間沉澱，但係佢亦都冇沉澱，佢就即時約見咗馬雲喺同一年，大概傾咗15分鐘，而馬雲就話我會投資佢大約2000萬美金。當時呢個消息一出，全世界都好轟動，即係會話馬雲係咪傻咗啊？你會投資落去度，或者點解會揀呢個項目呢？咁大概時間就去到2014年，過咗10幾年之後，阿里巴巴上市。咁嗰刻佢係賺翻大概7兆日元，可以話係科技史上最誇張嘅投資之一嚟嘅。
咁去到2016年，佢就好多時間都投入咗喺呢個集資度，做好多基金。咁佢大概投資咗$1000億，因為佢嘅投資嘅項目實在太多，我求其講幾個，佢有 Uber， 可能有 TikTok， 咁但係都已經賺咗幾百億，但係佢同時亦都輸咗幾百億。另外有個項目 WeWork 喺爆煲嗰陣，全世界都笑佢，但係佢淨係識講，如果連犯錯勇氣都冇，咁你永遠都係一個普通人。呢句嘢亦都影響我好深，當時我聽到，咁令到我之後可能喺工作上或者創作上都更加大膽去嘗試。而時間去到2020或者2023年嘅時候，嗰時係疫情爆發，佢亦都受到好多波及，甚至有少少崩盤啊！我哋叫佢輸咗大概5兆億日元，但係佢亦都用咗好短嘅時間賺翻一筆錢翻嚟，因為佢旗下仲有其他項目喺度同步進行緊。佢就係一種永遠唔會認命、唔會俾人決定佢命運嘅人。咁呢度我想講少少佢嘅哲學先，我綜合咗。首先係有4點嘅，佢係成日會抱住一個敢輸先有資格贏。第二點係1年可以改變你一世。第三，唔好俾你嘅出身去框死你。第四點，要贏要膽要諗，夠膽諗，要夠膽做，夠膽講。其實今次我想講孫正義唔係因為佢賺到幾多錢，或者啲錢可以輸晒，我係想講佢成世人，就算由零開始，佢都唔介意重新開始。而老實講，佢嘅出身絕對唔會比我哋任何一個人好，而佢亦都大病過，亦都試過破產，亦都係俾人睇死睇唔起咁樣成長。而佢每一次每一步都係靠自己起翻身。所以我成日都會諗，如果大家有一日同佢一樣跌到落去最谷底嘅時候，我哋到底有冇勇氣好似佢咁唔放棄而起翻身繼續行？呢個係我成日想強調嘅福利人生，唔係講快，而係講我哋無論跌低咗幾多次，我哋仲肯唔肯行多一步起翻身？孫正義佢唔係最叻嘅人，但係佢係最唔怕死，亦都唔肯死嘅人。福利人生其實就係唔好放棄自己。如果大家中意條片，麻煩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個頻道啊，因為對我真係好大嘅支持。呢度係福利人生，下次見啦。